后来过来，这款的行为实在是真无妥当。这是发生伫高雄的林雅区，有民众讲，伊到一间连锁的咖啡厅买咖啡，结果看到6、7个顾客，把咖啡厅当作家己的厝，伫把这个外口的桌啊椅啊悄悄做伙，倒伫个遐食家己所炸来的大鼎菜，前后食大约3点钟久，实在是有够咸。 连锁咖啡店外口的桌椅，后面将乌白搬，大家坐做伙。严格所向看到，因竟然佮家己炸食食甲大鼎菜，人客拢讲实在伤咸。6、7个人把7楼那边的桌子钉了6个纸桌子吧，桌上就有很多像大锅菜那一类的大锅子摆在桌上。我看到的时候太震惊了，所以我没有确认他们有没有点他们。 这个咖啡店的东西，民众昨暝到高雄林雅区一间连锁的咖啡店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感觉真咸。影片伫网络顶引起着讨论。有人讲暗时10点外看到这群人，尚无搁伫遐点3点外钟。每个人的行为都不同啊，但是你店家你要用牌子让人家知道，不能带钥匙啊。有一点没有公德心。咖啡厅它的空间，但是让大家喝咖啡啊，有一点夸张。它也有卖东西，所以如果你要坐在这里的话，你应该要买它的东西吃。网店门口都有禁止炸外食，严格现场也是有看到民众伫外口坐咧食外食。 店家无做回应，这个民众食大鼎菜，占费共占过6点钟，这观感实在真歹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